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《红楼梦》是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出品的粤剧电影。这个时候有很多《红楼梦》电影上映，但当你听到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这个非常出名的唱段，就是出自于这部粤剧电影，主演是非常知名的中国粤剧表演艺术家许玉兰、王文娟，上映于1962年。今天运用 AI 技术，将该片上半部60分钟进行高清 4K 60帧的修复，让粤剧戏迷们可以更好地享受《红楼梦》的精彩画面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，还有更多的戏曲加紧制作中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观赏吧。
头舅母，快过去见过啊！二舅母，哎呀，快起来，来，这把坐下。看你身体单薄，十不胜衣，却是为何？外甥女士小肚病，从未吃完事起，便吃药到是尽了。怎么，林姑娘来了吗？啊，真的来了啊！哎呀呀，来迟了，来迟了！哎呀呀呀，老祖宗我来迟了！坐在楼头西天窗，今朝听听归客房。你呀，我认识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啊！南京城所谓来子，你只要叫他一声冯老子就是了啊！这是你灵儿嫂子。二嫂子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呀！那见过老祖宗生前的外甥女，分明是虐天仙离了红来到。妹妹来，坐下，坐下。你是竟来到这里呀？就当作分点几句才花中，这家中就是你家中，要亲要用把最人动，你手委屈告诉我往西呀梦。二嫂子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们快快当嫂子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歇歇去。是，妈妈姑娘随我来。给你带来这个小丫头，太稚嫩了吧？啊，把我身边的那个紫鹃丫鬟接了对我好事回来。是。见过林姑娘。老娘家里来了客人，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。林妹妹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奇勇刚才人，老他我乃草马人情味，强归个亲戚非所虑，年人有时慌早睡，行动好比风得雷，眉梢眼角上收起，声音小马无闻，眼睛分明话来坑心的恰是就是有。
这个妹妹好像在看见过的呀。哎呀，又要50了，你何曾见过啊？非没见过，看见面说，心里好像神识的一般。哦，好啊，这样嘛，有在一起就和睦了啊！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证明冥婚的女表示你不是不是。哎，妹妹，你有女没有啊？我没有女，你哪块女也是件喜欢之物，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稀罕的东西，谁的高效不是，还是灵不灵？哼，我可不要这东西。长，你生气啊？要当骂人容易，我可去塞你那命根子哦。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哼，可见不是好东西了。宝女，把它带上。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哎呀，宝女啊，你快带上。宝女啊，宝女啊，宝女，当心你弟知道，快带上。兄弟，老太太不是常常说的吗？这富贵家人就指望着这个命根子你。好妹妹，来起来起来起来呀！你吵我做什么呀？哎，好妹妹，你看呀，青色是金不去上，气眼皮实在香，半玉团面一几身。来，替你家门去行欢唱。我也唱着。哎，你脸上又是去谁的指甲还谁了？不是的，放在nhà里的银子高。你又在做这些事了，人家背后都会说你的。要是传到舅舅耳朵里去，大家又该不得安心了。哪怕什么，大不了家里的人都说我是混世魔王罢了。好啊，原来你得了牙了，被封为文世魔王了。哎，别人叫的你可不能叫，为什么不能叫？我偏要叫文世魔王，再叫文世魔王，文世魔王。李姑娘一起到厅上去。什么？西太太家都搬到这里来了，宝姑娘也来了，宝姐姐也来了。是啊，他们都等着你，快去吧。哎，对。艳艳姐姐，宝姑娘也来了。是啊，林姑娘来了。这一位啊，你可叫错了，是宝姑娘来了你。
快收下。王兄弟，林妹妹快过来，给王姐姐敬个礼。王姐姐，王兄弟，林妹妹。哎呀，这样一来呀，有口热闹了。是啊，早就在盼望了。太太，老太太请姨太太、宝姑娘到里面去坐。啊，妹妹，请吧。姑娘，爷爷能了，先回去吃药吧。你先回去吧。哦，你吃完药再回来吧。宝姑娘家里啊，是有田里有产业的名门大族，就在京里做大官。你看，可不像林姑娘那样。听说那宝姑娘还有什么金锁，也像宝玉那块玉一样，是一件稀罕的东西呢。